大家知影我手这支是啥物无？唔知影。唔知哦，这支哦叫做新。一般伫古早若是看到我吼，是人结婚的时阵新郎新娘伫洞房闹听走气氛用的啦。毋过因咧去房间内底的时阵，我着袂使对入去啊啦。有一摆吼，迄婚礼咧演奏的时阵，新娘坐伫中间，气氛是真感动。我选了一条分了绝对会哭的歌喉，就是这条啦。这条吼，就是要分甲互新娘的感动甲流目屎，互新娘是真煞是欢心临心啦，就是要提醒伊讲吼，搁爱疼惜阮新娘才对啦。其实你的台语足连长、足顺的，我足欣赏的。要毋过你的台语因为足顺、足连长，所以讲你无伫等所有的观众拢听有你咧讲啥物，你就继续讲。这个情形着你的故事，我无法度上车。搁咧想讲顶一段是啥物意思的时阵，你就继续讲啊。所以讲这较吃亏。